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仔，互你做参考。今仔日咱来讲鸟食、说鸟食，看着讲鸟食伫咧田园内底飞来飞去，总是农民是百般的心情，百般的感慨。鸟食咧食咱的麦仔，咧食咱苦心种造这农作物，到底感想啥款？毋则过去伫农业时代，都有真侪关系鸟食的俗语，拢是咧讲世间事的变化。国情今日捡几句出来，甲咱观众朋友互相做参考。头一句，咱来讲孤鸟插人群。即句孤鸟插人群，我相信讲真侪老辈拢会晓讲，意思就是讲我孤单一个人，袂输敢若孤鸟共款，插入来恁即阵内底。咱比一个来讲，对南部来到北部拍拼，到四边厝边遮，我拢无熟悉，咱就听我讲。孤鸟插人群，是讲孤鸟插人群，若造成甲讲有一种团体的压力，你该当爱表明，该当爱争取的，你唔敢争取，你颠倒吞忍，颠倒委屈，安尼嘛唔好呢。安尼有当阵啊，会互议论，讲你吼该当为家己主张，你嘛唔敢发声。啊，这原来有一句甲鸟食有牵连的俗语哦。孤鸟插人群的人，你千万都唔通安怎样呢？唔通讲无一粒鸟仔胆啦。咱有啥物话，咱勇敢讲。因为国情，咱解文说你进前捌讲过。咱台湾人咧讲鸡啊、鸟啊，有当阵啊，就是咧比拼，讲吼细汉的用鸡用鸟来想俗语来讲。毋则进前咱有讲过一句讲鸡啊长，鸟啊大。今日咱讲一句，咧讲人无胆，讲了有一种描写的表现，那亲像讲写互较分明咧。讲互较清楚咧，咱都会讲你无一粒鸟仔胆，因为鸟仔着细食你，咱毋则讲吼鸟仔胆应该原来细粒，讲迄个无一粒鸟仔胆。啊，所以讲咱有拄着代志，咱有拄着啥物款拄头，咱就爱勇敢出来争取，你毋通吞忍哦。尤其人若咧甲咱抹哦，若讲话咧甲咱枉屈冤枉的时阵，你就要勇敢出来辩解。啊，这有俗语无？毋若有俗语，原来甲鸟食佫有牵连的俗语，就是一句俗语咧讲。讲白灵丝飞去到胭脂巷也是白，我若穿白的，你毋通白白布要甲我染甲乌，我袂输敢若一只白灵丝。白灵丝咧规只拢白的，原来经过俗语，较早咱遮的祖先啊，才敖想，毋是敢若讲的伫田园飞尔呢。白灵丝竟然后一日会飞入去胭脂巷，当然，即句胭脂巷，照咱即马来理解，就是讲花街柳巷啦。啊，白灵丝飞入去到胭脂巷。免烦恼，人伊也是白，表示讲我着清清白白，你毋通讲我哦，毋通想办法要甲我枉屈，安尼毋好。